主席，教育局要搞呢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我嘅立論就係大可不必搞咩國民教育啫，係咪？我睇晒你嗰份諮詢文件，送你4個字叫語言不清，係咪？嗱，有好多人講好多大道理啊，我係中國人啊，咁啊香港啊回歸啊，咁啊搞國民教育有咩問題咧？係咪？嗱，我係寫一篇嘢嘅，不過就好政治化，咁我唔想講呢篇嘢住啦，講一啲概念。主席，喺80年代初中英談判期間，喺呢個所謂愛國陣營裏邊咧，就講呢個所謂愛國論，係咪？即係中國人冇理由反對，即係收翻香港嘅，係咪？咁我哋嗰啲當時寫文章就俾人標籤為呢個所謂民主回歸派啦，係咪？我記得喺《明報月刊》有篇文章，即係相當發人心聲，係已故嘅蘇文作教授寫嘅，嗰條標題叫做《發揚中華文化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佢話孔夫子當年咧喺魯國不能行道，唔係不能人道，係不能行道，係咪？喂，呢個國家都容納佢唔到，係嘛？冇辦法將佢嘅思想喺呢個國家裏邊即係去傳播，所以佢有一個咁嘅慨嘆：吾欲望老兮，歸山蔽之；吾無苦歌，奈歸山河。喂，我都想翻去我國家裏邊，但係重重阻隔。佢講嘅係嗰啲政治上面嘅阻隔。嗱，嗰篇文章嘅意思其實好簡單，佢從家鄉國不同嘅呢個層次嘅概念去講，作為一個中國人，係咪啊？點樣睇呢個香港嘅回歸同埋中國共產黨呢個政權，係咪？愛國一定要愛個政權嘅咩？係咪？愛國唔一定要愛個政權㗎，大佬。香港人從來沒有國家認同嘅危機，只有政權認同嘅危機。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係咪？你而家搞國民教育係為咩先？認識國情，即係國民身份認同唔使啦。香港冇人話自己唔係中國人嚟㗎，除咗台灣，係咪？係嘛？因為佢要搞獨立啊嘛，佢梗係一定要先喺個前提裏邊否決咗自己係中國人先啊嘛。點樣為之一個中國人咧？從血統上嚟睇，又唔一定係啱嘅喎。你喺美國出世嘅中國人，生而異族，長而異聲，滿口英文，一個中文字都唔識嘅，點樣叫中國人咧？佢係華裔，喺血統上，喺文化上，佢一定唔係一個中國人，係咪？我哋有中史課，有文化，中國文化，搞好啲中國文化同埋中國歷史嘅課程就已經足夠啦。好過而家中學、初中可以唔使揀中史做必修科嘅，係咪？考中史會考嘅人係越嚟越少嘅。你係帶頭去毀滅中華文化啊嘛，已經係，仲搞咩國民教育啊？局長，係嘛？國民教育冇必要嘅，我話俾你聽，嗰個國民身份嘅認同係通過對自己祖國文化歷史有個尊嚴嘅自覺，用翻民建聯成日講嗰句是其是非其非，係嘛？中國文化都係好有惡劣嘅嘢喺度噶嘛。國民教育係一個好偉大嘅工程嚟嘅，你冇本事做得到嘅，局長，包括你嗰啲伙計，係咪？我開張書單俾你，最少都可以有300本書，如果我翻去開俾你。中國哲學使乜讀啊？係咪？喂，即係中國歷史點樣讀中國歷史啊？我都寫過幾本中國歷史書，都係嗰啲吉光片羽，少少嘅嘢，然後再去將佢即係做一個發揮。係咪？搞國民教育係一個偉大嘅工程嚟啊，大佬！你有咩本事做啊？你要有一個咁嘅生活環境，有一個生活方式，有一種文化，喂，自自然然就會營塑你成為一個好有質素嘅國民，係咪？你靠個典章制度，靠文化，靠歷史，靠生活方式，靠嗰個生活嘅環境，係咪？德國人喺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係咪？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法西斯，跟住就去侵略人哋，係嘛？咁但係今時今日德國人會唔會覺得自己好冇尊嚴咧？為過呢一段歷史，梗係唔會啦，係嘛？大家睇20世紀嘅上半期，呢個民主政治操逢2大逆流，一個就係呢個法西斯主義。呢個法西斯主義係由民族主義演變而成嘅，但凡將一種價值放做一個絕對價值，要為呢個價值無條件獻身嘅時候，呢種全體之譽嘅危害，大家都有眼見啦。另外一個逆流就係共產主義啊嘛，
又係全體主義嚟㗎嘛。無論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同埋共產主義，都有全體主義嘅特質。你而家咪要搞到全香港人個個係一個冇啊？你又冇本事，咁做嚟做乜呢？係咪？係冇意思㗎嘛。搞好個中史科，搞好個中文科，係咪？你而家嗰啲中學生，啲中文又差，英文又差，係咪？一個母語教學就害咗一代嘅人，而家再搞個國民教育，害多一代嘅人。頭先包括潘佩球又好，李慧瓊嗰啲講法，即係我都覺得問題不大。如果作為一個論述嚟講，係咪？但係你具體實行嘅時候，你作為所謂一個中國人嗰個身份認定係憑咩咧？係咪？諗清楚係憑咩咧？我又唔會同你講嗰啲咩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唔需要講嘅。胡適之啊，當年啊7、8、90年前講一段説話好有意思嘅。佢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幾清楚啊！8、90年前呢個咪國民教育啊，主席啱唔啱啊？最緊要成就人格，等於我哋教育嘅目的係咩？除咗成就知識之外，最重要就係成就人格啊嘛！國民嘅人格啊嘛，係嘛？呢個國民係咪守秩序？有冇法治觀念？係嘛？識唔識得尊重別人？呢個有冇民主嘅素養等等？使咩開一科嚟教啊？咁高教授本身係一個謙謙君子，我當年幾廿年前我同佢一齊做同事喺大學裏邊，係嘛？佢又教中山思想，我又教中山思想，不過大家教法有啲唔同。佢係一個即係與人為善嘅人嚟嘅，係樣樣都從即係好嗰方面睇。但係其實佢對呢個國民教育佢都好有意見嘅，不過頭先我冇機會講，因為得3分鐘時間。佢講咗1分鐘就俾人安檢嗰種痛苦法，因為高教授就變咗謝教授謝晒。佢頭先講噶嘛，係咪？嗱，連高嘉瑜呢啲喺教師會咁耐，教咗咁多年書嘅人，喂，佢本嚟都有意見，你呢3分鐘嘅時間，佢都冇得講啊嘛，教授，係咪？所以即係證明呢種設計咧係好有問題嘅。嗱，我又用咗1分鐘啦，係咪？我哋而家個教育局有個副局長叫陳局長啦，陳維安啦嚇，副局長啦，你真係對中國文化、對中華民族嘅歷史，即係幾乎係茫無所知。你間寫馬會做嘅，係咪？張國華博士、李卓芬教授嗰啲係一個就係公務員、政府官員、首席助理秘書長。另外嗰位教授大家都知啦，佢幾親建制係咪？寫啲書係教宗教校就咁啦，係咪？嗰個價值觀就咁樣嚟嘅，你死得未啊？如果你搞呢個國民教育，死梗都得啦！我話俾你聽，係嘛？內容空泛、八股教條、形式主義砌晒。頭先李豐年問個問題問得好啊！你知唔知中國共產黨係咩嚟㗎？係咪？成日喺呢個國民教育度唔覺意暗合啲共產黨啲嘢落去，無產階級專政講咩啊？國際主義講乜嘢啊？工人無祖國講咩啊？講國家觀念，共產黨就冇國家觀念嘅。大佬啊，有冇聽過國家偉謝論啊？有冇讀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啊？個前言講乜嘢啊？成班都一嚿雲，然後就對個現政權變相歌功頌德，培養學生嘅正確思維。喂，我淨係睇下中4至中6其中一個教學事例，旁聽立法會笑到我瞓喺度。培養學生要尊重他人、獨立思考、客觀理性、歸屬感，因為要尊重理性態度討論問題，避免罵戰及意氣之爭。咪即係講我？喂，大佬啊，你咁樣一面倒嘅，你唔講下立法會點解會有個分組投票？唔係講下立法會點解有功能組別？點解？喂，講下而家個替補機制點樣荒謬？有冇呢啲啊？黐咗線啫！各位與會者咧，請你收翻啦，唔係自己丟架啦！我俾陳維安。10月呢個新嘅一屆立法會有冇我哋份未知？不過我一定要話俾你聽，即係今日你就呢個有關教育政策範疇作出嘅簡報咧，就太過簡單啦，係咪？咁你都係即係啲幕僚幫你寫啲文件咧，照本宣科，根本大家都冇辦法討論到問題嘅，所以你都唔可以怪我哋有啲議員咧係集中講嗰個國民教育。同埋最近發生嘅呢個關於嗰個國情啊，即係嗰個即係叫做咩啊？嗰本嘢我我見咗幾頁之後，我都唔係好想睇嘅。我
即係好反對將呢個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變成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香港唔需要國民教育，香港需要完善呢一個公民教育。甚至香港人對所謂中國人嗰個身份嘅認同都有危機，就因為中國共產黨係一黨專政，一個專制獨裁嘅政黨，60幾年來一路都壓制人權。如果你夾硬要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者擁護共產黨，或者對共產黨一個正面評價，我先叫中國人。如果國民教育基礎係建基喺度咁嘅，我寧願唔做中國人。好多香港人都係咁諗嘅，所以你就真係如果梁振英係嘛繼志述事，要將呢個國民教育去做咁嘅發揮嘅話咧，我諗你呢個國民教育到最後一定係失敗嘅。嗱，嗰份國民教育嘅指引咧，我哋睇晒係咪？我哋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哋自己亦都寫咗啲文件。而家先喺小學度開始，你就已經喺度講國旗國歌啦，係咪？講國旗嘅國歌你又唔講，義勇軍進行曲係咩？係咪？咩一回事？真係啱晒嗰啲歌詞，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係咪？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哋即係話喺政府喺個教育政策嘅層面裏邊，連公民同國民嘅分野你都搞唔清楚，同埋國民教育究竟你係要喺從一個理性嘅角度、文化認知嘅角度裏邊，即係對自己嘅祖國嘅文化歷史有一個尊嚴嘅自覺呢一個角度，係咪？好就係好，唔好就係唔好，咁樣去。即係話教育啲年青人啦，亦話係全部係咪？從一個要鼓吹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嘅呢一個角度出發咧，係咪？我哋睇呢嗰份國民教育指引就唔係呢一回事啦嘛。你唔係從一個理性文化認知嘅角度出發噶嘛，係咪？所以呢個問題好大嘅。所以胡適之先生當年講一句説話好有意思嘅。而家講緊係即係80、90年前，佢話為你自己爭自由，為你自己爭民主。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不是一幫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你而家呢個國民教育成個前提就係要製造奴才啊嘛，係咪？所以呢個係唔係叫國民教育嘅奴才教育？至少我哋睇完晒嗰份文件，同埋你哋過去包括上一任特首喺佢哋所講嘅嘢，你就係喺度宣示一種咁嘅概念啊嘛，係咪？所以我哋即係我啊，或者我自己嗰個即係政治組織係堅決反對嘅。你喺小學、中學實施呢個德育及國民教育，你係應該將德育及公民教育搞好啲。最後就係我啦。嗱，呢本課程呢本手冊咁出名啦，咁喺公佈當日，喺局長回應當日咧，我就仔細都研究過嘅。頭先就聽咗大家評論啦，我都大開眼界。我哋成日講民主，民主最重要咧就包容唔同嘅意見、唔同嘅聲音。如果我哋話一本咁嘅書仔咧，能夠達至洗腦，甚至有議員認為係批鬥文革復辟，或者用恐怖嚟形容咧，我就認為真係好偏頗咯個批評。當然你可以唔同意部分嘅內容可以指出，但係大家如果細心去睇，你可以批評佢哋講嘅中國模式，但係事實上喺世界上邊、喺國際上邊係有呢個討論噶嘛，亦都並不是完全係由國民教育中心或者佢編製嘅團體自己作嗰啲論述出嚟噶，係咪？寫到呢個係一個，而家我講緊啊，呢個係我嘅時間。講緊啲廢話嘛。呢個係我嘅時間。但係呢個係我嘅時間。點下啦？呢個係我嘅時間。嗱，請你俾翻我嘅時間我，好冇？點下？我自己發表我嘅言論啫。點下啦？我自己發表我嘅言論啫。你避下嫌點下啦？你係主席嚟嘅，你係行會成員嚟嘅。主席有自己嘅時間發言嘅，我已經容讓大家發，我梗係有睇啦。地方就係講嗰個中國模式啊嘛，大佬咩叫包容啊？你有冇請我寫教材啊？講嘢你點下啦，李慧瓊。